一个姓谢的花布表演者伫咧网络看到表演机会飞去泰国，怎风带去诈骗园区，一连要3礼拜，今日总算救回来。南韩总统卫生案弹劾案今日头一届开庭，本人无出席。另外，这调查处下警方要发动第2届逮捕，风声明仔透早到屏东。美国前总统 Trump 去互中国网友揶讲内仆假仆，一个中国艺术家2021年刻一尊不祥甲口水，这阵搁再受到关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地。今仔日节目后起先来看，今日透早5点外，伫咧国道1号路南外高雄路德附近，是透早5点外，就连续发生2件弄做伙事故。之前是这大货车化学租车弄做伙，2个驾驶轻伤，化学物质泄漏的状况是已经控制掉咧，无影响到环境。也那另外一站是11台车弄做伙，有2个人死亡，其中1台是好险客运，6个乘客拢总平安。警方目前认为讲是驶伫咧上尾啊连结啊，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剪起哩，头前的10台车才会一台接一台弄做伙。透早5点半，天也未光，国道顶面物件散甲规死过，大只车、小只车客运拢动落来，因为有11车相煞弄做伙。后壁天地啊尔，后壁煞咚啊声来救来，乒乓球啊就来啊，静止状态呢？结果无偌久。5秒哦，几秒尔，砰，你甲剪落来啊！轮椅中线和外线头一只车的驾驶讲，迄阵家己的车已经停好势，煞互后壁的车弄起来，总共11只车弄做伙。经过初步研判是驶伫咧上后壁的连接车驾驶无注意头前的状况，弄到头前总共10只车，造成2死3伤，造成中线车道小货车之驾驶及乘客2人死亡及其他3人受伤，有一个呢是头部创伤，也比较严重一点。我们已经经过精密的检查跟头部的这个 CT 检查受至这个入院。事故的车内底有1只是货运客运的车，顶面有6个人客。前面有油罐车翻覆，然后后面有塞车，车流停住，然后我们车被后面追撞，车上的乘客没有问题，影响而已，没有受伤。客运公司表示讲，司机和人客拢平安，人客伫第一时间就安排转车离开。初步怀疑事故的原因和进行这件事件有关系。事故进行半点钟，载轻氧化钠的槽仔车伫国道1号路南339公里的所在，弄到大货车，2个驾驶轻伤。不过槽仔车并且造成轻氧化钠漏泄。市府甲环境部拢有派人来现场处理。市府讲，轻氧化钠并无大量的漏泄，是以地漏的方式走出来，已经铺棉仔片来处理。嘛因为路边有沟仔，并无漏泄去外围的农地，检测了后并无影响到环境。记者综合报道。食到饱的餐厅响，台北信义美丰店哪像是食失当着案件？疾管署今日是公布检验的结果，73个人有9个验出氯氯病毒。就要等环境的检体比对，才当理清感染源。另外，这疾管署嘛提醒，顶礼拜国内走北看医生的有16万9千多人次，是这5年来上介悬的，大家一定要接洗手。有名食到饱的餐厅响信义美丰店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餐厅12复业。卫福部疾管署14公布初步检验的结果，拢总采检73个人，其中有9个人验出氯氯病毒的感染，其他的检体搁在检验，到底是实在还是人员造成传染？搁会等其他的环境检体和检验出来，再比对，才会当厘清。大概是有9例呢，有检验出诺的一个阳性的一个个案。那其他的一个检体呢，我们仍然持续在做检验当中。疾管署讲做流行病学的调查，发放问卷的时阵，发现讲1月初5到初7之间，当中有77个民众到响食自助餐了后，是感觉身体无爽快，其中以吐、流巴肚和想要吐这镜头占6成到7成，发烧有2成，巴肚胀无爽快嘛有1成4。对造成人客身体无爽快，香槟集团嘛发声明讲，拢会互因慰问金，也是补偿顶夜的餐费，嘛会补偿医疗费用。后壁继续等调查结果出来，若是需要赔偿，会启动相关保险的理赔机制和定书，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消保官已经要求享宾公司要依照所提的方案确实办理，逐一关怀客户，重视客户的需求，逐一解决客户的争议。
疾管署提醒讲，顶礼拜国内老巴肚门急诊就诊，加起来是有169000多人次，是最近5年同期上悬的，而且最近是一直起的趋势。最近4个礼拜拢总是接到194件老巴肚群聚通报案件，嘛是最近5年同期上悬的。发生的场所是以餐饮旅宿业上济，病原体检验阳性的案件有92件，以验出诺如病毒上济。提醒民众旧历过年就要到啊，出去佚佗食饭的时阵，爱60遍扫起了食饭进前用杀菌洗手。记者综合报道。过去诈骗集团是用请人的名义，甲真侪人骗过东南亚。这阵新的手段是关表演者，有一个姓谢的火舞表演者，伫咧网络看到表演的机会，就野蛋仔飞去泰国，转行带去诈骗园区，失联要3礼拜。各单位经过拍拼，今仔日总算甲人救回来。面相看出来真忝，暗过火舞表演者小鬼心肝头感觉真幸运，会当回到台湾。当初伫面册社团找到去泰国表演的工作，煞意外落入诈骗的陷阱。经过2届换车佮过户，到尾互人带去缅甸做诈骗。把上衣全部脱掉，然后靠手靠在那个大广场上面，然后让太阳普晒。这个期间都有可能会受到殴打、踢之类的都有可能。小鬼身躯真侪伤痕，讲到这场意外恐怖情景，一直伫脑中无法度袂记哩。拄啊到位，就去互人扣掉的一直拍，一举一动拢有人监控。小鬼要向外求救，佮互人私刑对待，失联将近3礼拜，就是会当平安回来，嘛互伊的亲人总算安心。我们这边的那联络官联络那个 NGO 啊，他们真的蛮给力的，这种联系拉紧了。这机会就大了。我当下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被放出来，不是每一个老板都会愿意放。会当互人救出来，除了有各个官方介入，嘛靠民间救援组织出来协助。不过，这种海外诈骗为高薪订求人才、借贷诈骗，即嘛阁有订求表演手法一直变化。敢若最近3年，咱外交部协助国人为东南亚脱困的，都有1533人。实际的求助数据，我们认为一定是有存在落差。这最主要还是因为像部分的受害者，他们可能基于恐惧，或者是说他们回台之后羞耻，不敢去报警，然后或者是说甚至他们本身就不信任救援的这个动作。那骗人的步数都变化，诈骗园区的据点嘛一直换。本来大部分伫柬埔寨已经改去缅甸寮国这块里，泰国是变做中站，上准2段关键方便移动，也加开互被害人相信。泰国会说这些事情发生在缅甸，你找我干嘛？怕缅甸军政府会说我管不了克伦邦啊，所以说他为什么愿意做？因为新闻闹大就愿意做啊。互人骗的案件不时有听到，不过泰国缅甸官方展开救援的行动先后顺序，有多一寡考虑甲选择的。民间救援单位是讲，背后原因真复杂，牵涉到利益关系。不过一段救援的标准就是，无论一直报，只好爱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外还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咱做回来看。头起先先来看这上新的诈骗方式，提醒大家注意。这警方最近是抓到2间高级的诈骗集团，中国迄边负责打电话假做检警甲亲戚朋友，而且为着避免这境外电话号码去互怀疑，会由伫咧台湾的机房来转接，假做是台湾的号码。这判当来是已经有900人受害，损失的金额超过5000万。接落来看，咱这国内失联移交人数是一直在破纪录。国民党的立委就展出一段桃园机场监视器的画面，是一个移工伫咧坐飞行机离境进前，就变装逃走了，就失踪。台湾的国际劳工协会就认为讲，要改善移工逃走的问题，包含中人的制度、限制自由换头家这个问题，拢爱继续检讨。上尾来看国际消息，这加沙停火的协议是一直在谈判。美国总统拜登13就表示，这停火协议要实现啊，会确保哈马斯甲手头的人质拢放出，巴勒斯坦人买当回去故乡。预计这第一阶段性的停火42天，互相放出33个人。接落来继续来关心国际消息。在美国加州是又搁开始透强风，野火恐惊要搁退烧啊！目前这4大上严重火场是已经烧掉，比一个旧金山的面积搁较宽。即阵这墨西哥嘛派72个人过道拍火。
洛杉矶斯科迪亚的市场重大野火已经烧毁超过160平方公里的面积。目前太平洋断崖地区的火势，敢若控制14%，伊顿大火敢若控制1/3。歹消息是13较晚的时阵，佫开始有强风。美国国家气象局是发布特别危险状况 PDS， 这是正罕的看的。预测上悬阵风的时速会当到105公里，14透早4点会到上危险的程度。消防队员13部署佫较侪水车，投入8500个消防员，要较紧来加强封闭。Severe fire weather conditions will continue through Wednesday. The anticipated winds combined with low humidities, we're absolutely better prepared for this coming PDS, the severe fire weather event. 另外，对火灾起因，伊顿大火灾区的居民，伫火灾一开始的时阵，威胁到苏电塔附近导火影像，怀疑可能都是肇事的凶手。当局已经对这开始调查。另外，太平洋断崖捌伫1月初1日透早发生细条火灾，疑似是有人放新年烟火造成的。虽然讲真紧就拍花，但是地点和初七的火警真小啊。无排除是村的热能因为透风一直烤，结果佫一摆导火，才会造成这个火灾。With 100-mile-an-hour winds, 80-mile-an-hour winds like you saw on that day, all it takes is one small spark in a dry landscape with very low humidity. It could be just one surviving ember. 加州南边的隔壁国密西谷已经派出一支72个人的特别团队，要去灾区来协助。这个小组是军事专家组成的，包括医生、工程师和搜救人员，13进驻火场，和对7个州内和加拿大内的消防员做伙拍拼控制火势。目前火警已经造成至少24个人死亡，就万栋厝风烧甲密密麻麻，必须10万外人撤离。先新民书杰夫莫瑞尔是使家己的拖拉机拖车，伫潘托加山谷的灾区救马猪仔游道顶超过300只无所在通气的动物。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南非的警方下动手要掠违法挖矿，所以讲着家己搭废弃的金矿放起来，切断内底人的粮食。虽然是有成功甲1500人逼出来，不过有关是有500外人无愿意离开，风声已经有100外人枵死。这法院就要求警方要用人道的方式执法，嘛开始咧救人。南非官方为13开始，伫前山镇一个2.5公里深下炭坑救援500外个伫内底工人，佮刷出部分已经死亡的工人遗体。这本来是一个已经关起来的金矿区，啊，毋过去年开始，佮有大量工人私底下进入采矿，包括来自附近国家的非法移民。官方本来是甲封起来切断这个工人的食物甲饮用水，目的就是甲因逼出来接受逮捕。一个开始，这个做法成功，互1500工人出来。啊，毋过也是有500外工人，因为惊会防逮捕，伫内底点1个月。到尾也是有109个人，因为体力用尽，严重脱水，到尾煞伫内底不幸死亡。因为内底生活条件真差，当判敢来当用简单的包材，甲因的遗体暂时包起来。Reality is that completely emaciated, completely dehydrated, in a very dire state physically. And it is very clear to us that they would require an urgent medical attention. 这届官方的转变态度投入救援，嘛是民间团体走动的成果。因去年去法院告这个案件，到尾伫去年12月裁定警方必须温存食物甲饮用水，也有医药进入矿区。为昨开始，警方嘛展开救援行动，甲调伫内底工人刷出来。这个非法进入炭坑的工人，伫当地互人叫做查马，意思是跋筊靠运气的人。啊，毋过民间团体是讲，采矿的成本持续增加，致使南非矿业败市。真侪劳工失去工作，经济困难，毋知有遮侪人无顾性命进入无用的炭坑啊试运气。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南韩总统温锡悦去年12月初向宣布戒严去互弹劾。南韩的宪法法庭今日是头一届开庭审理弹劾案，不过温锡悦本人是无出庭，所以讲这摆开庭是短4分钟就结束啊。其实，伫咧开庭的头一天，温锡悦阁申请法官回避，若是通过，是等于规个案件拢爱暂停审理，毋过是去互法院驳回。即阵咧头一届开庭，温锡悦无出席，除了已经定好的4届开庭的时间，另外阁会经1天报回来。也若咱换来看这逮捕令的部分，第一届是去受到总统警卫处主动，无成功掠人。即阵这调查处甲警方是要发起第2届行动，按算会派2000人以上来执行任务。根据韩联社报道，1月15，也就是明仔透早可能就会行动。
南韩宪法法院第14就温室瓦弹劾案进行头一摆法庭辩论，因为温室瓦无出庭，4分钟就宣布结束。后面开庭是拜4、16下晡。根据南韩法律，当事人若是第2届阁无出庭，法院会使伫当事人缺席的情形之下做审理。另外，头一摆开庭进行1天，温室瓦就对宪法法庭提出法官回避的申请，理由是法官田启宪不担任进步派法官团体会长，质疑伊未公正的审理。不过，再去宪法法院针对回避申请召开会议。裁决驳回，无影响原定的开庭程序。另外，温室瓦嘛对宪法法院所排5摆开庭日期提出异议，主张照刑事诉讼法，法院爱伫咧听辩护律师的意见了，再当做1摆指定开庭日期。不过，宪法法院代理院长文景培表示讲，宪法法院毋是刑事法院，一切爱照宪法法院审判规则办理。同时阵，公调处、总统警务处甲警方嘛头一摆开3方会议，讨论要进行对温室瓦的第2届逮捕行动，决定要出动1000外的，比头一摆加8倍的警力，决定伫15号透早动手。체포영장 집행이나 수사와 관련해서는 우선 기소를 해라. 아니면 뭐 사전영장을 청구해라. 그러면 법원 재판에 응하겠다는 입장입니다. 警方游行入去关岛时，若是搁拄到抵抗，发生老血的冲突，已经下令，若是警务处使用火枪，会最迟退到50公尺外。公调处8日初3头一届提区票，要去总统官邸掠温室瓦，互警务处抵抗再来退回。公调处讲第2届是最后一届的逮捕行动，表达讲因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决心。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美国商务部是要求 TikTok 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禁令上紧19日生效。时阵，这彭博社是亚康讲，中国为着避免行到这步，是按算甲 TikTok 的美国业务卖予马斯克。不过，这字节跳动是已经出面否认。抖音国际版 TikTok 在美国有1.7亿个用户，不过拜登政府以国家安全做理由，强制要求 TikTok 在这个月19进前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若是无甲业务卖掉，就会禁止使用 TikTok。So are we supposed to ignore the fact that the ultimate parent is in fact subject to doing intelligence work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TikTok 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违宪上诉，不过一般认为改变禁令可能性真低。彭博社伫册来讲，中国高层已经开始思考应用的方案，考虑要由马斯克的 X 公司来接管 TikTok 伫美国的业务，不过目前也无强势，嘛无了解双方敢有直接做讨论。不过字节跳动即时出来澄清讲，这是无影无迹的消息。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估计期待是400亿到500亿美金，大概新台票1.33兆到1.66兆。若是并列 X 平台，对着 X 公司的广告收入有帮助，而且会当甲马斯克所创办的人工智慧公司提供真侪数据。Trump 进前嘛捌讲 ，TikTok 对即届选情有真大的帮助，考虑就任了后 ，TikTok 继续营运，所以 TikTok 的未来还有变数。不过，优秀学生囡仔相继被社群媒体知识学习分心。南美洲的巴西实施新法案，规定中小学生伫学校袂使用手机会按2月开始实施。根据去年10月的一项调查，有2/3的民众支持这项禁令。部分学生承认讲，有同学上过偷偷用手机做别代志。Na minha sala, quando o professor deixava a gente usar o celular, eles iam lá e usavam outras coisas, né? Iam na rede social. 目前禁止也是限制学生囡仔伫学校使用手机，慢慢变做趋势。包括美国、非洲、法国甲中国，拢已经实施类似的措施。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讲话真含糊，说讲着去互中国的网友硬讲是未扑克扑就爱假捌。中国一个艺术家2021年的时阵，就要创作即阵 Trump 打造的佛像，顶头阁有刻一句“互你的公司国在伟大”，呼应 Trump 的竞选标语。即阵咧 Trump 阁要入主白宫，即阵雕像就搁再受到关注。按照这春秋，计算是对4500花到9万的任务。加杯会啊，坐甲真安详。远远看准是高升的塑像，近接看说是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这是中国艺术家洪金石的作品，号做《西天东佛川普》。外界嘛好奇讲，伊哪会做出这个作品？那么多人喜欢，一个是特朗普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特别好玩、特别网红的一个人，再加上他的形象跟这个形象完全是2个极端。
这个雕塑风叫做是动佛，就是因为川普真爱家己学了家己，伫政策议题顶悬无人比佫较捌，互中国网友甲口说讲伊叫做捌王。即阵作品是直接替伊来升级，对捌王变做捌佛。洪金世讲，伊平常时都真爱摕这权威有名的人来讲耍笑。伊伫2021年第一摆伫买物件的平台顶悬推出即阵雕塑，佮特别加工，互你的公司佮一摆伟大这标语，互应川普有名的竞选口号，互美国佮一摆伟大。随着互大家拢开始咧笑，引起话题了后，伫网络卖物件平台甚至是出现仿品，连川普本人嘛注意到这个雕塑，佮伫社群平台转发。当然，这次他又当选了，所以又感觉这个雕塑又火起来。然后我觉得特朗普还是那么好玩，还是一个。伊川普的形象真明显，常常有真侪金句，加上伊对中国的态度真受关注，伫中国的网络常常拢是真有话题，甚至佫出现真侪甲口水的图。即马川普就要开始第二任期，这批雕塑嘛，佫一摆变做热销的商品。公司新闻优派准备业。来看两条甲医疗新科技有关系消息。头先先来看甲脑神经有牵连的巴基心氏症甲阿兹海默症这款病症。根据美国上新的研究，这失智症是会当透过改变生活模式来避免。也若是巴金森氏症，即阵是有一款脑部侵占刺激的疗法，荷兰的医疗团队当来测试。现年48岁的范布瑞达本来当壮年时期，毋过10年前确诊得到巴金森氏症，家己感觉规个人生差不多乌有去。巴金森氏症候群的原因，主要是脑部负责制造多巴胺的神经细胞流失去。多巴胺是脑部神经信息传递必要的元素。目前除了药物的治疗，伫脑部放晶片的脑部侵占刺激 DBS 嘛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毋过以往敢若单方向发出刺激信号予患者脑部，无法度适应无共患者的需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目前正咧测试即种透过行动装置操作的软体，一方面会当记录，一方面会当配合调整。We now are able to record neural activity from the DBS leads that were previously only able to stimulate. This neural activity tells us something about symptom severity, and that makes us able to control the stimulation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patients. 同款是脑神经的疾病，包括阿兹海默症在内的失智症，伫个人化社会嘛，互人真伤脑筋。美国纽约大学的研究认为，2060年左右，美国当年会新增加100万个失智症患者，其中会超过55岁的中老年人得到失智症的机会，差不多是40%。当然，这毋是无法度避免的。We don't control our age, we don't control our sex, we don't control our genes, right? So you exercise more, you're more cognitively active, more mindful, eat a better diet, or you don't have high blood pressure, you don't have diabetes, you don't have cholesterol, puts you at a lower risk of developing disease. 公司新闻刺家人变业。换来看甲精神疾病有关系疗法。电影《阿凡达》的主角是利用虚拟的替身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即阵是有类似的技术运用伫咧治疗视觉失调症，或者病患会当甲虚拟的替身来对话减少幻听。这项疗法是有机会伫咧5年内，伫英国的健保体系扩大推动。You've been listening to me for years. What's changed? I see you for what you are. You're nothing. You're just a voice. 露丝是视调失教病人，伊用5年外时间一直来往病院咧治疗。伫参加伦敦国王学院主持的虚拟化身疗法了后，症状已经转好。即马伊结婚，也佫有新的头路，走向正常的新生活。I've been able to build up strength and resilience. I have been able to challenge these voices. It was at times pretty brutal. The stuff that the avatar would say was really difficult and really challenging to deal with. But over time, I learned that I could overpower that voice. 视觉失调是脑部功能无正常之事，幻听是症状之一。病人会听到自我贬低、加霸凌的负面的话。虚拟化身的精神疗法设计原理是让病人伫安全的环境之下，直接面对这个话，来回归理性甲建立自信。治疗进行的方式是由病人挑选适合的声音，制作出虚拟头像。初期疗程由治疗师陪伴甲虚拟头像来对话，后段疗程由病人单独面对虚拟的头像。
根据研究团队10月发表伫《自然》杂志的结果，345个受试病人伫接受治疗了后，幻听频率减少，其中一个受试者原本每天会听到30多种的声音，后来减少到4到5种。People want to feel that they can recover. This therapy helps people not to put their lives on hold and to stay away from all situations, but to change the way they relate to those voices so they can get on with their lives. 这个研究已经得到英国国家健康照护主管研究所的推荐，未来3年会在英国国民保健署 NHS 体系之下继续使用各收集试验数据，希望会在5年内扩大推行这个疗法。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